迎收睇工商新機遇，為大家帶嚟唔同行業嘅最新發展。我哋今集首先邀請到有貨運控股有限公司聯合首席執行官兼創辦人謝海晴同我哋分享嘅。Ivy 你好，你好。首先想問下你哋公司嘅物流平台係用咗啲乜嘢技術啦，同埋提供乜嘢服務嘅呢？我哋利用咗 AI 大數據分析同埋物聯網嘅科技咧，融入咗喺物流同融資嘅場景，一站式咧去處理埋相應嘅保險同融資。我哋嘅 AI 實時嘅物流格價方案咧，唔單止提供咧有中國啦、歐美等嘅傳統市場，亦都有東南亞、中東、印度等嘅新興市場嘅海外倉存啦，同埋門到門嘅派送服務。咁我哋亦都會提供一啲新興嘅 IoT 技術啦，令到佢哋可以喺全線上咧全程監測住，希望以科技幫佢哋實現到全程跨境物流嘅全視化、融資全視化。好多時中小企咧喺開拓新市場要走出去嘅時候咧，都會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啦，又或者係痛點嘅。你哋點樣針對呢啲痛點，為佢哋提供服務去解決佢哋嘅問題呢？我哋利用咗 AI 同大數據嘅科技咧，去創建咗智能報關，覆蓋200多個國家，令到佢哋咧可以減少咗人為嘅錯誤啦，減少咗相應導致嘅退單啊或者扣關嘅情況，亦都有資金周轉嘅問題。咁傳統嘅貿易融資啦，審批時間需時，咁我哋同銀行推出相應嘅先運後付方案，令到客戶咧可以享受到延長付款期。知道你哋近年咧都推出咗綠色物流科技啦，其實係啲咩嚟嘅咧？喺應用上又係點嘅咧？我哋平台咧其實經已連接咗全球多過1000個服務供應商啦，包括船公司、航空公司，即時嘅報價服務咧亦都覆蓋200多個國家同地區。咁客戶咧超過65000個海外、內地或者香港嘅客。咁喺2019年咧，我哋都推出咗綠色物流嘅方案，以 AI 咧優化咗相應嘅路線啦，客戶可以好輕易咁揀選到更短嘅路線或者更低碳排放嘅路線嘅。咁一 click 咧就可以達至碳中和，購買到咧受認證嘅碳補償產品，進一步推進綠色供應鏈金融，令企業更有可持續性。明白晒。